这边。来，拿一杯。烤鸭来了。兄台，拼个桌。不行，那边不是有地儿吗？你去别的地方吧。二位，您的烤鸭。老大，是你啊？不是我。二位慢用。你这个黄庭坚的真谛还是我送给你的呢。不过老大确实讲信用，没有把我给你的扇子拿去当了卖钱。哎。老大，哎呀，主子，不能跳，太高了。主子，这怎么办啊？追呀，追！好。传家，哎，送我过河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好嘞，来，慢点。哎，主子，慢点！哎，船家，我们要上船。哎，主子，注意脚下！哎，主子，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来，我们要过河。好啊！哎，啊，不许回去！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5两是吧？我也有，对，我们有银子。谢兄台，我就送您1个人，我不管他们了。走，我给你10两，10两，10两。兄台，那可是10两啊，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给你20两，30两。对，给你30两，40两，我50两，50两，50两，60两，100两。100两都够我娶媳妇买地，生俩孩子都够了。老大，怎么不还价了？我不出价了，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输定了。谢谢兄台啊！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，怎么样啊？主子，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，咱有钱，他没用啊！我1两都不要，我就送你1个人。我只收你60两银子，我只收60两。我呸！60两银子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，现在没钱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，老大，你回来！老大，你回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龙小弟，你不是龙吗？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！不是。不客气，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！走了，龙小弟。你笑什么呀？找船去啊！哎呦，皇上啊，这儿就这么一条船，没船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主子，东边客栈找遍了，没有。主子，西边也找过了，没有。南边也没有。北边没有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再接着找啊。是。用点心啊。主子，会不会是叔姑娘，她根本就没在这镇上休息，连夜就赶路了？不可能，她你还不了解吗？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。这倒是啊。不过主子，她是不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就不敢住在这些酒楼、客栈什么的？那倒是有可能。左土，这行走江湖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？在江湖行走，这钱生钱有4个办法：1偷2抢，3做工，剩下的就是赌博。行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我要大鸭子，快点啊！老大，你的赌运早就不好了。卖地离手吧，买多的得多。老大，
今天你啊是出不了命的。买定离手，快！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？你忘了，上次在山西的时候，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，我说过，我有经验。那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。买定离手啊！呀，小，干嘛呀？来压！爹，你不能再赌了，这钱是给娘买药的。干什么你？爹，把椅子给我，走开吧你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娘还等着我们呢。滚！爹，赶紧拿钱走命！回去吧，我们。爹，滚！哎，滚！兄弟，赌钱输赢不要紧，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，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。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儿！爹，我们回去吧，爹。滚！来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爆的！老大，我就说吧，你的运气不好啊。我就说我刚才赌的时候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。要走你自己走。原来是你这个眉星来了。别拉我说老大，这赌桌上的赢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哪能怪这怪那呀？你要是有本事啊，就赢一把给我看。还有没有老虎买的？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呢？定离手了啊！快！小，哎，赌大了吧，别一直小。你老大还是我老大？你是老大。小，来，大家都下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你就在这规规矩矩的闭上你的嘴，要不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老三，还压不压？哎呀，等，压，压你的钱呢？没钱玩什么呀？没钱赶紧走啊！没钱回家。没钱就走人，快走！没钱就赶紧走，别人腾位置，回去。快走吧！我回去吧，爹。我拿我闺女莲香压50两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，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管我？你不好，大三，你不好赌，你来赌场。让主子再玩会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个扫把星。大爷，我没空陪你玩，别当爷的道。贾老板，50两，50两。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当灾星，还有别人把你当灾星。现在把我当灾星，不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。愿赌服输，来，好，既然如此，大还是小？小。哎，买定离手了。